无咱就来开始吼，今仔日咱是迄天气吼变冷啊，所以变比较吼，遮足温暖的吼。阮大家款是迄个啦吼，足大个。好，啊，囡仔吼讲囡仔讲互囡仔听啦吼，小囡仔讲互囝囡仔听吼，啊，尽量发挥吼，无管你是倒一个吼，就是尽量讲台语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好，咱来敲爸爸哈。小弟出世了后，厝内就开始有小可无共，大家拢会小弟囝，阿文咱敢有淡薄仔意，阿文，伊个小弟。阿文讲你是小弟啊，安尼小弟到底怎么？妈妈就甲我讲，阿文伊嘛讲小弟像迄个。咱妈少安尼大大手，我就做做。然后佮伊嘛讲，伊有像正常的教教，等等，还需要教教。阿文希望小弟有亲像共款大婴仔，安尼就当家己生活。阿文就讲，伊小弟有像狗仔来的一样，会当跑者，会当做者。即摆就是问题，像咱伊会想讲，伊小弟像比如像狗仔来一样，就是你讲像狗仔的囝会起来，哦，对。就是像阿伟就讲，伊小弟像狗仔一样的，就是像狗仔一样起来。比咱同学，有一平时啊，像可能有一平时东西，所以伊会听有味了，伊味道伊会听下所以互伊听的数据比咱的大较来，所以狗仔互比咱一般人袂晓好，这是数据。啊，伊佫就讲伊小弟的处理了是，这比较暂时。在做这个工作。阿文嘛，希望恁小弟的喙齿会像牛仔共款，在物件面的时阵少买掠个。然后伊嘛希望伊的小弟的皮肤像蛇共款，看起来亮亮的，一点轻松快乐。不差别谁啊？所以不知道给谁的情况。时阵就看伊个小弟，伊讲哇，原来我的小弟生做甲我做成的呢，哇，真正足高兴的。他这是像这样啊，这是像像，哦，这样像。这样像。阿母讲，这是你阿妹仔的时阵，这是你阿妹仔时阵饲的物件，这是你用过有恁干仔。阿爸讲，哦，即摆小弟出世啊，遮的物件拢会互伊用哦，伊就会像你共款，好水、好药吃，搁得来行。然后呢，你阿咪，阿我找。因为我有物件，我嘛是爱我手机嘛，所以我有物件手机嘛在有。这时阵妈妈就讲，遮会安全座椅，灵母车红影名称，也买互小弟咯。今日小弟我是有的，我妈讲咱厝内个买做是有的，所以咱厝咱这个是在当面，啊，搁遮会包括。开始拜公妈，那我公妈嘛上头呗。小朋友现在叫我，你这东西给你嘛，这位我试过的嘛，那我妈会让我用怎样培养非常重要。有无？
有分大。一般查某同学上课，到公内底讲一个目标先生，其实就代表就查某机啊，可能就代表查某查某上评论，可是即马，咱即马讲就可以讲性平等嘛，所以即马查某人上评论，查某人上评论，可有的老因为嘛是较在意这个事情嘛，所以这个成绩嘛在讲东西，无当伊讲怪怪。哦。阿嬷讲小弟嘴暖，4月2日即日就爱会当咧甲伊收暖，用红酸甲收暖饼灌起来，灌伫咧红叶啊粉浆。所以咧，阿嬷就甲小弟头出门来行行咧，注意到嘛一个人带一个饼来甲伊收暖。小弟出钱我是后摆做生意，有看先数据话就是做做，做是倒是，要开始阿母先看一寡身体，还有很多位来拜访嘛。所以讲咱有平时那边个设计做出来，多边互伊样好大汉。阮带小弟去临安排古厝参加庆祝的活动，甲小弟弟种元宝，搁穿鞋啊，搁为红鞋啊。阿爸讲小弟，阿爸把小弟做起来，到这个到后底有12款物件，代表好诶物件，有册，比如算盘、鸡腿，囡仔跟小精灵，安尼怎有问题？但有知，比如讲，问你，这册代表是啥物方式？老师对。哦。那比如说，这条东西，好像这是拿金器。啥物人诶？这时阵大家拢爱看伊诶有啥物诶，头去洗一层一遍，时啊，我摕一个囡仔来看卖咧，落尾去鸡腿头前，手就甲伊掠条条，阿嬷这声就讲掠鸡腿有食好，后摆免烦恼食钱诶。哦。今日阿姨来，我到，我去考察就很像，阿姨是从条啊，伊讲若是伊大家讲种个另外一种个什么营养米哦，搞到了解，所以就讲我这个是做好处。中昼的时阵，我听到阿文听到电铃的声，我随总去开门，阿姨来啦！阿姨共款摕到大包细包，我拢欢喜甲喙笑目笑。如果阿姨就是甲小弟过课，我小弟讲伊做讲就是，我拢看着讲我只要安尼搞搞搞，安尼安尼做咧。阿爸就随甲我等，阿母细声的讲，伊阿姨袂偌久啦，等者你就有礼物摕哦。最近阿母就讲考过来，阿母学，考到一直是阿母做的。这时阵阿母就讲，我若要吼，阿母就赶紧甲我笑话，甲我讲，较细声啊，毋通甲伊唱真实。这时阵阿母就清楚，好爸母，中派中母。好大步。阿母，你就是你卖喜欢你啊？阿母就甲我讲，阿姊生时爱
这是好的。我甲小姨讲过是，可能讲另外容易讲伊大着，啊，不过我了，我伊就讲恁出来是，啊，到大讲你小车也不要搞，你晓得，啊，你当时就讲到底是算大算小？就是说阿公讲，让小弟做卫生，可以创啥？叫伊创啥，伊就创啥。我可爱物件，哦，你当做宝呢。我想伊的生活中，我应该是足够的。这种感觉嘛，袂歹咯。哇，是我以前结婚的，不能问题。后尾就讲，小弟即马较细汉，阁袂当家己人讲，伊个着无啊。哦。